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，我是钟英权阿权妹。下礼拜有一个太建议，希望个建议咯，冇错，就是半夜班啊！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，半夜班快乐哦！啊，中秋节半夜班，大家可能起中乡下啊，要烹肉啊，韩国卫生嘛，该卫生热公饼同冇？啊，讲到也食饼啊，大家中秋节半夜班就请好食呀，卵黄酥、蛋黄酥。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呀，青天片的卵黃酥，佢同茶嘅合作用下，韓國係包裝茶哦。啲福起來節目當中，還是要同大家來小介紹，故說細細嘅來分享。今日節目啲都有請到嘅來賓，係一對兩公婆來分享，崇宇韓國佩蓉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馮崇宇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李培龍，今日當飯戲來到呢片，撈大家見面。哇，分享，謝謝。伊咧係主動嘅妹嘢，對不對？佩蓉係主動嘅妹嘢，然後崇宇係主動嘅蛇郎。對，沒錯，女婿嘛，對，女婿。現在兩三年呀，他都帶啲主動，然後崇宇還啲嘅適應客家話。是，一直在學習，一直在學習。有覺得主動係一類很客家的地方嗎？有啊，吃的食物就不一樣了。哦、對，光是麵食這個就很豐富。對，客家的麵就一定要有油蔥。對，一定要有油蔥。苗栗也是。對。苗栗咩共用？嗰時候兩公婆一下都啲主動開始來發展家度嘅事業噃，應該蠻講咯。因為其實頭擺呀兩公婆有做動都冇共嘅事情哦。崇宇自己的另外一個身份，因為今天跟大家來分享的是包種茶。對。包種茶係亞富卡嘅你家裡的事業，對不對？聽說到你是第4代。對，到我從我阿祖開始，然後我們就開始種茶，然後到現在是我算是第4代啦，但還不算接班吶，因為我爸爸很認真的都還在種茶。爸爸還在經營，對，還在種茶，所以是在坪林那一個地方。對，在坪林，我們在坪林已經有將近快100年了，快100年的歷史了。對，從我阿祖那時候開始算的話，對，那種茶開始規模變大，專注種茶也至少有60-70年以上了。對，但是呢，今日有一同泰加來分享一個南國的品牌，算是2個人的結緣吧，是不是這樣講？跟大家來分享一下。我覺得這個可以。好了，培蓉來講一下。好，就是其實我們的茶里相逢，它有一點故事。哦。對，我先生他姓馮嘛，然後我姓李，對，所以我們就想說，因為茶而認識這樣子，所以就在茶裡面相逢，剛好就會有一點浪漫的感覺。好浪漫哦！天哪！客人聽到也都反應蠻好的，有點閃。對，而且我們刻意沒有想要改字啦，就是想說讓他順順的念。對，我覺得這樣反而客人聽到，哇，有這個含義，他們覺得茶里相逢，但是又有兩三年嘅香，兩個人姓氏的結合。而且茶葉本來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團聚在一起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媒介。對，所以我們用這個名字來取，我覺得是一個蠻有詩意的，對。大家相聚的感覺，對，然後呢有一種相逢的感覺，這樣子。對，所以呢創立了這個品牌，但是其實我覺得兩位算係身份懂得，因為2位的經驗其實也很豐富，先前還是行銷講師，而且2位都是。對，沒錯。是哪一種類型的行銷？我先講好了。行銷講師好。我主要主打的是社群的行銷，尤其是像這幾年。有小編嗎？對，我是先從小編的訓練開始。好想上課哦。我今天應該不用哦，你應該不用。對，那這幾年因為 ChatGPT 這 AI 東西出來之後，所以我們其實課程一直在更新，一直在更新。對。那現在來的客人，大部分的話都會是他們有這樣的一個需求，或是他們公司想要培養這樣的一個人才，然後就會來找我上課。所以會去企業啊。對，會去企業，或是基金會啊，或是像勞動部，他們就開了很多課程，都會找我去上課。對，然後佩蓉也是這個領域的講師。我比較偏向是設計思考或者是創新設計思考這一塊，然後是創意思考。那也是一些大學啊，或是企業會邀請我。那尤其是有一些是內部流程的企業的改善啊，或是新產品的研發啊，這一部分的話，它在過程當中就會需要這個設計思考，怎麼樣讓使用者更多的貼近，然後呢，由使用者旅程的角度來思考事情，這樣子。可是這些工作到現在還是持續進行着。對，都還是有，對，都還有。
包含那崇宇的身份，讲到行销讲师、第4代茶农，然后自己的品牌，对，就斜杠很斜，对，开枝散叶的那一种，对，也在收敛啊，也在收敛啊。其实因为每一个工作它都互相有可以支持其他，比如说像我社群行销，我就用了很多茶里相逢的案例去给他们看，甚至我也很大方的，就是把我网购的平台的数据直接给他们看。我说我放这个广告，你有实验的感觉。对，是实验，那也是实力啦。他直接说，我下这个广告，我后面像我们最近因为中秋节快到了嘛，所以我们最近请那个部落客来帮我们做微网红，不是大网红，是微网红哦。我们光昨天的就是追踪数就增加100-200个了。哇！对啊，光一天啊，因为他还有办一些活动，那这都是我们很好去讲一个感觉相辅相成，刚刚好就有创立了自己的品牌。对，就因为我说实话，现在要学社群的，你不是在公司体系的话，那就像我们这种小商户，对，就是刚创业的，他就需要做这个。大部分都是。对，可能我希望他是能够花最少的时间做到最大的效益。可是太太因为透过要短短的一滴滴的时间，就有感觉到两位真的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也很好奇，今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，我同大家讲嘛，我同大家讲蛋黄酥。对啊，怎么聊到那个？我今天背了那么多。对，但是我就很好奇啊，为什么会赚到，而且还去到就是太太的木卡嘎熊做董要到收餐，然后自己才创立了这个品牌。对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缘分呐，因为当初我们在结婚决定要住哪里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讨论了一下。那因为佩蓉娘家那边人力非常充足，就是这个考量点。开家庭嘛，大家庭，而且都住在一起，像阿金啊、阿婆啊、姑婆啊、阿姨啊、阿叔公啊，全部都在一起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那以后小孩子如果生了，就一定有人可以帮忙带。我是先想这个，然后后来才想说啊，我们该来创业，因为一直想要做自己的品牌，因为之前都在上班嘛，自己的事业。那后来想要做一些自己的事业，但是做自己的事业，我想说啊，因为我从小我妈这个就是跟我妈妈学的嘛，这蛋黄酥是跟我妈妈学的。对，就我妈妈她从10几20年前，她一直都是做蛋黄酥给我们茶庄的熟客、大客户，直接免费送她。而且不是做来卖的，只送不卖，只送不卖。然后真的开始卖是因为疫情的关系。2021年那时候我们会创立，是因为疫情，因为我们的店家就是餐厅都不能营业，我想啊中秋节到了，那干脆我们就来宅配蛋黄酥，或是给客户就是防疫的那种，就是有距离的自取货。对，那反而我们这就推出去了。我也开始那时候很认真的跟我妈在学的，我本来都没有烘焙。所以你也是崇宇自己学？对，我本来都没有烘焙专业，烘焙经验，对，本来都没有。但是后来真的学会做蛋黄酥之后，才慢慢去研究说，我这个粉啊，这个奶油我要怎么去配啊，然后它的特性这样。厉害，对，真的蛮厉害的，自己称赞自己，对，超好笑的，对，然后再来，因为做蛋黄酥，它的确需要人手。对。那我们也是请那个我的叔叔啊、阿金啊、佩蓉的叔叔阿金开始来帮我们忙，因为他们很多都退休了，或是他们提早就是在家里就是没有在工作这样子。那就是说，他们刚好有这个体力都可以来做这件事情。尤其是像这一阵子的中秋节，哇，每天都是忙到都分3班呢，都跟科技业一样的，像新竹科技业很丰富嘛，自家企业，对，就跟科技业一样分3班造轮啊，对。哇，鼓手真赢哦！就会里面按用给给飞，真的算是蛮特别的机缘，所以创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品牌。但是工作了像是这样子的蛋黄酥，它当然有懂得某 Q 用给 Q 米很多不同的口味，大家有很多的创意。那跟茶其实算是不是那么常见，而且还是包种茶。对，这个结合是妈妈一开始就想到吗？还是其实是后来才调整的？这很有趣，我觉得这个开发应该要佩蓉来讲，因为那天在有点无心插柳，哦，就是其实因为每年中秋节的时候，尤其跟他订婚，然后我们都会回去帮忙。中秋节是非常的忙碌。那我有一天呢，突然就突发奇想，就是说，如果有蛋黄酥的话，那为什么不结合我们家自己的茶叶来试试看？那既然日本有那个抹茶的口味的产品甜点，那为什么蛋黄酥不能做呢？所以我就跟妈妈说，不然我们从蜜香红茶开始，感觉烘焙味比较重一些，所以我们就从研磨茶粉，
然后呢就来做那个调配的比例，发现突然那个味道其实是蛮搭的。然后那当然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就在一直在调配那个茶会不会太苦啊，然后呢在试验的过程当中才找出一个最佳完美的比例这样。所以这个比例是很难抓的，因为是直接把茶粉嘎落去。会搞到有蜜头，但是不能太多。就是你到底要加到油酥里，还是要油皮里，还是你的红豆馅料里面是不是也要加？有点专业。对，所以那个我们就尝试了很多方式，然后呢，再把它自然而然的那个味道呈现出来。而且我们现在有看到这个蛋黄酥，我相信基底是刚刚说崇宇妈妈的基底嘛，我光看外面就觉得它很酥脆、很绵密，然后因为加了这个包种茶，所以它的颜色就变成是有点橄榄绿，确实有点像抹茶的外表，然后感觉它里面的那个蛋黄超大颗的。哦，我们蛋黄特别有挑过，我要吃哦，对不对？先吃。那你先介绍，我吃。我们蛋黄哦，那是也是一个缘分啊，因为当初在做蛋黄酥的时候，想说啊，蛋黄是蛋黄酥的灵魂，所以我们想要在咸蛋黄的上面，我们特别有去上网先去搜寻，有没有一些人他有用不同的方式去种咸蛋黄，我们就找到彰化一个小农。它是用益生菌还有牧草养的鸭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它全部都是开放养嘛，然后他给他的鸭会听音乐，就是听什么？那时候我去听他在放 Blackpink。真的就是 Blackpink，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，哇，其实那个是广播。你确定那个不是老板要听，那是要给鸭听的吗？后来老板娘跟我说是广播啦，他在广播的时候听到的。对，我想我靠 Blackpink， 那其实我们中间也遇到一些挫折，因为我们真的是去了3次，他才愿意卖那个蛋黄给我们。为什么不卖给你们？因为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，没遇到，我们想说我们就直接去拜访，然后没遇到，然后刚好那个老板跟老板娘在吵架，对他们俩在吵架，然后他就说，就有点迁怒在我们身上，就说我不要卖给你们，对，你们不要来找我。他先生就是这老板，他就说我不卖给你们了啦，你们不要来找我，这个东西我不卖。然后我们就想说，应该在生气我自己心里想，应该他在气头上。果不其然，过了5分钟，老板娘又打给我了，这样子就你们下次有机会再来看这样子。但是真的，你们三顾茅庐，我觉得是有原因的。因为刚刚吃肉稀就吃到，那是完全没想咪给乱忘。真紧因为乱忘酥就是蛋黄，它就是重点啊。古时候爱偷好嘅来年也係非常非常嘅重要。還有當到其他嘅故事，愛同大家來分享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過再來同大家講哦。好，非常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來自主動嘅妹葉佩蓉，還有家嘅老公哦，這個平林的現在變成客家主動女婿的崇宇，2-3年向下轉到主動，然後來從業，然後這一間店也哈有啲嘅同大家來分享嘅係茶葉嘅亂忘酥，而且很特別的是，崇宇自己本身有這個 TC 台茶農嘅身份，所以還跟包種茶來做結合，就像我剛剛說到嘅包種茶口味嘅亂忘酥，真嘅濃厚是那個茶味，它不會苦，真的不苦，但是你做在室內都茶香，而且茶跟紅豆本來就超搭的。然後再加上那個蛋黃酥，一點真的是沒有腥味的蛋黃哎。其實你現在說不苦哈，再多0.1克就會苦。0.1克就苦了嗎？所以那個比例就真的很難抓。這試很多次吧？試很多次。我這麼胖不是因為試吃的關係啊，那都是請別人試。我想說要幫你找個借口。本來很想，但好像不太適合。就是因為茶本身啊，我們早期剛那個佩蓉有提到，我們早期是先用蜜香紅茶去做。對。因為理論上來說，重烘焙、完全發酵的茶葉比較適合做烘焙的食品，然後我們就一直很避開做包種茶，就想說算了，晚一點再來談這件事情。然後後來是到了去年，有客人跟我們建議說，你都是標榜是平林的蛋黃酥哦，又跟客家結合，那你至少要把包種茶的這個元素加進去。我說好，那我就來試，就真的就一直去調比例啊，然後去烘焙的時候會調看它的狀況啊。我意外發現
这样子的包种茶的轻发酵、轻烘焙的茶叶，竟然也适合放在烤蛋黄酥的味道上面。我觉得真的是还好，你们有找到这个组合哎。对，而且当初包种茶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我一度想说就把蜜香红茶放弃掉，因为我觉得2个的重叠性一直可能会很高。但跟我们后来有做一点简单的市场调查，就是有一部分的客人他喜欢蜜香红茶，是因为他不想要那么冲的茶味，他觉得蜜香红茶的回甘跟隐隐约约的那种释放出来，感觉他们很喜欢。那包种茶喜欢吃包种茶的客人，他们就是喜欢那个很独特的那个冲击的那个香味，茶的香味。所以一样，它就3种口味了，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原味。对。其实我之前在摆摊的时候，我常常会跟那个客人在介绍说，这2个口味有什么不太一样？我就说包种茶的滋味有点像非常外向的人，你吃进去就会花香扑鼻，伊人。对。那如果说你想要内敛，然后呢回甘慢慢释放出来的深沉的口感的话，那蜜香红茶会比较适合你。对。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客人教我们的啦，就是觉得原来这个味道是有些人是可以特别喜欢这种的，那我们就把它留下来。而且我发现这个包种茶口味蛋黄酥上面撒的是花生吗？它是杏仁角。杏仁角就跟我认识的不一样，就是还特别做了这个小巧思。其实主要是为了口味识别，就是因为蛋黄酥包起来里面我们就看不到了啦。那时候挑杏仁角也有一个想法是说，它没有芝麻，真的是我觉得是误打误撞，就是第一个它没有芝麻的味道那么浓，明显对，那么浓，但是它又有一个那个烘制的一个香气跟口感，所以大家对于这杏仁角看起来比较，这感觉就是又是一种创新的感觉。对，这是一种新的蛋黄酥的样貌。对，然后您刚刚看到那个蛋黄啊，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3顾茅庐嘛，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它的？因为我每次在给客户做试吃蛋黄酥的时候，我光这样切很切面，我自己看到那个蛋黄我都会很感动，就我切到现在应该没有，越浮夸，没有1000也有500吧，就是这样切，哇，那个蛋黄好大颗，好感动，而且那个油开始会渗出来那种感觉，我就会觉得哇，对，就是这一家，找这一家真的对了。所以你们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要3顾茅庐。其实我们非常坚持，就是要开心的地方才能养出好的蛋。那你在一个环境当中，如果连鸭子都不太开心的话，那你怎么会好吃？对，所以就是要吃好，然后睡好，然后呢东西都要好的状况下，产品才会好。我们是很坚持，就是要这样的一个产品。对，而且一开始。我们一开始买的时候还没有跟他谈宅配的时候，我其实都是去现场取货。他们在那个彰化芳苑，从我们竹东开车过去很远，非常远。然后有一次又更崩溃，就是我早上6点就到那边，我是4点多出门，6点那边，我就亲眼从他如何早上一开始的作业，哇，那天我真的很有感动到，因为他们把他们。因为他们那个老板娘，他们的那个鸭舍啊，他们就是规模就7000只鸭，因为他为了把鸭分成3个区块，第一个区块就是夜间的睡觉区，然后第2个区块就是他们的那个一般平常的那个类似休憩，就是起居室那种感觉，然后一边是有水池，他们就可以这边玩水。对，那他们其实。鸭赶去那个休憩区，就是睡觉的地方，晚上睡觉，他们隔天早上就会生蛋，因为一只鸭大部分一天就是1颗蛋嘛。那个他们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会请那个他们的员工去捡蛋，不是那个有那种像我们养鸡那种输送带，它是要去捡的哦，所以光那个蛋就有毁损的机会，所以他顾那个品质，他挑得非常的细心。这是我一直看到那天就觉得很感动。你看得好仔细耶，你真的有认真地给偷哎，就是认真去挑选。真的很认真去挑选，而且因为我很喜欢他们，我很喜欢跟他们互动，所以我有把他的故事，也有特别把它写下来。对，好用心哦，顾总对待自己的品牌的每一个小细节，全部就会按用心，张勇才有这么好的成果。但是崇宇说什么自己蛋黄酥切开会很感动，我刚刚想说怎么会这么夸张，是真的。对，有用心就会有这样子的回报。对，不过也有客人很可爱，也有客人说，你们蛋黄太大颗了，这样让我感觉那个红豆馅太少了。我说，好，这也要挑。对，我说好，好可爱哦。对，但是除了这个之外，像这样子的蛋黄酥，比如说，泰嘎
中秋节买太多，对，一次就会买一大盒。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为了新鲜会放冰箱。那这个加热其实有一个小撇步可以同泰嘎分享跟大家分享，对不对？我自己都是烤好就吃。你问他这有加热经验的？对，我通常会分成2种，因为有时候在办公室的时候，并不是会有烤箱这个东西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电锅。那电锅的话，基本上就把蛋黄酥放进去，然后直接按加热。那加热之后呢，它不是会跳起来吗？对。它跳起来就是让它焖到5到10分钟。如果是冷冻的话，就要焖5到10分钟。这样子的话，就跟刚烤出来的味道是一样的。就是不加水，单纯用烤箱的那个热，不，电锅的热度。对对对。哦，用天风的每周的推这个烤箱拿来加热哦，对，很棒哎。然后这是第1种方法，那还有第2个就是办公室可能只有那个微波炉。那在微波炉的状况下，我曾经就是直接拿来加热，结果就爆炸了。你说鬼料被丢到微波炉里面，然后就爆。对，蛋黄酥没切开，它跟鸡蛋是它会有压力的，所以你必须要切一半，然后在切一半的状况下就可以拿来微波。但是火力呢？火力的话，我记得就是直接中强火就好。但如果说要以酥脆度的程度来说的话，我建议烤箱是最棒的，还是比较好的。然后再来就电锅，我电锅也觉得非常棒。烤箱哦，听起来天风的一秋妹很实用，因为大家家里应该也有电锅这样子。而且我自己，因为我刚有提到，就是我是2021年跟我妈学做蛋黄酥之后，才开始对烘焙的知识有涉猎。对，我发现我现在看到的客人就跟可能4年前的我一样，就是哇，他对于烤箱这件事情他会很紧张。老板我要几度？老板我要几分钟？对，我这样回烤我要几分钟才不会烤焦什么什么？然后我现在对耶，其实我们都会是从一个最基本的开始。如果家里是有烤箱的啊，我都直接建议他，你就设定180是最安全的温度，对，最安全的温度。然后你要不要热烤箱都没关系，你就是抓5到8分钟。然后大概一个时间就抓出来，试试看，你觉得 OK 就可以吃了，就可以吃了。对，就吃这个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，轻简单哦。这老板直接跟大家来分享。对，这是跟我们泡茶一样啊，就我们现在为了让年轻人喜欢喝茶这件事情啊，我们其实也是尽量找很简单的方式，让他们去接触茶叶这个元素这样。还想起来吃你是茶农身份。对，所以我们包种茶的蛋黄酥跟面香的蛋黄酥是我这2年一直在主推的，对，一直在主推，因为这很特别嘛，全台湾，我说实话啦，大概前年还是只有我们在做，那今年开始有很多人做红乌龙啊或铁观音啊，但是其他厂商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家的茶叶是跟我爸爸拿的，我直接是平林，对，不是还平林，是平林全新茶园，就我爸爸种的茶，对，而且我们平林有一家茶糖工厂，它会打它可以帮我们打粉茶糖低温，它可以帮我们做低温制粉，所以我一次都是送40-50斤的茶叶进去给它打粉。那如果有在做烘焙的茶叶烘焙的话，就知道茶粉其实现在成本很贵，超高，那我们就有机会就是可以控管成本，所以我们可以给客户更多的茶叶，就是比一般市面上来说，可以他吃到会更浓郁，但是又不会苦。就是这是我们在抓的一个比例过程中调到最好的比例，我们很不吝啬啦。吃了6-3年，真银工都懂精彩，你们2个人超认真，然后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。时间会不来，但是最后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其实有一个甜点，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它叫做马吉酥，因为它赶紧会是起吧，这是佩蓉自己的想法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我一开始是不吃蛋黄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在想说，是不是可以把麻糬或是七霸加在里面。那我自己在小时候的时候，我非常喜欢吃七霸，就是要吃七霸，对，然后要配那个花生粉，对，那我们就想说，就是不然的话就把它放在蛋黄酥里面，但因为蛋黄酥它用七霸的话就会容易软，然后我们就去找了一个比较口感相似的烤不爆的麻糬来做，这算是2个人的结合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懂给他赶紧的七霸，然后跟这个崇宇的专业结合在一起。故事今日就會同大家來好好來分享一下品牌哦，還有當到其他嘅故事可以同大家來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進來。
迎大家真到福起来咧，我是中医圈阿群妹。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内容书。哎呀，嘿，中秋节半夜班嘛，古时候大家就同上来讲，我来听呀，半夜班嘅礼盒，每周在请假的，每周在请假崇宇跟佩蓉，因为家的我们胆腔有这个蛋黄酥，然后再加上崇宇阿布卡本身这个做茶的这个背景，所以其实你们的礼盒是有做各种搭配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礼盒就是除了蛋黄酥之外，还有茶烧饼，茶烧饼也是用包种茶入味的。对。然后现在的话还有茶包的礼盒，就像这个茶包，对，跟牛轧糖还有茶树，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做搭配。所以有懂得这种组合，就可以去看可以怎么样搭配。对，只要找你们就可以了。对，找我们就可以了。对，真的赶快找，中秋节真的快到了。冇错，古时候今日同分享同大家来分享，亲难的都在都节目当中来分享到平林的这个包种茶。其实包种茶就是很特别，就是在台湾北部才有这样子的茶，对不对？就是包种茶的话，它基本上就是早期我们是文山包种茶，因为日治时期的文山郡这边，尤其像南港啊。坪林啊、新店、石碇深坑这几个地方，那后来又慢慢的就是以坪林为包种茶最主要的产区，基本上90%几以上的都是在坪林。那现在最传统、最老的就是南港还有一个制茶厂，就是我家附近。对，然后你自治湾附近的，对，那个基本上把所有的包种茶的文化都介绍到那边。那包种茶现在的特色就是说，它一定是有花香味，跟那个低烘焙。低发酵的茶叶，所以像这个茶冻，我觉得你真的一定要试试看。真的哈，对，就是它可以展现这个包种茶的特色。对，然后我们什么都不加。但好，包种茶为什么叫包种茶？我很好奇。包种茶其实早期的定义是因为它是用四方包，把它包起来去卖，因为早期都是用那种大包大袋的茶叶啊，批发那种这种去卖。那后来的话。我们才定义包种茶，就是它一定是有花香味跟低烘焙、低发酵的那个。有这是很像，这是感觉很像在直接喝茶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跟你说，那个很多客人哈，他们其实我一开始是先做茶冻贩售。就是一开始，然后很多客人他就是说，老板吃你的茶冻就跟喝茶一样。对啊。他们突然就对喝茶这件事情很有兴趣，觉得轻松。对，开始轻松，开始愉快了，所以他们就会愿意进到茶叶的这个领域来，因为大部分像。台湾的市面上都是开咖啡店很多嘛，很少人在开那个茶饮啊，饮料但不算，手摇饮料不算，就是那种专业的茶饮店。那后来慢慢他们愿意踏进这个领域，所以我们每年的春茶期间，我们都会办很多那个小旅行活动啊，然后跟那个采茶体验啊，然后有时候有萤火虫。所以就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在你爸爸的那个茶园里面，我们全家都可以，就是全家都来一起办这样，因为我妈自己就开餐厅，所以我们的晚餐包一个晚餐就是在坪林吃特色料理，像那个冷泡茶哈，那么你可以拿起来直接喝。好，这都是我早上才泡的。对，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很清爽，已经出味了。对，强，它没有很深色。没有，对，不会。然后因为我们来坪林办活动，它的见面礼我就是一人一瓶冷泡茶。让他们就是带着，就是随便他们喝到饱这样子。这也太好喝了，好喝嘛，是不是？很香而且因为这冷泡出来的，不是热水，而是冷泡啊。而且你看我是用茶包泡的嘛，那个茶包其实是我们坪林的农会，它帮助我们去把我们一些。散的茶包起来，你还可以再卖给客人，因为它那个茶还是好茶，对，只是因为它卖相不好，对，卖相不好，那客人泡这个更方便，我都不用去清理茶渣的问题，都按用给关内度烘就好，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会在礼盒里面会这样子呈现，可以搭配，而且因为我们那个矿泉水，你500cc、600cc 配那个1包3克的茶包超方便，你根本没有难度，而且你只要前一天晚上睡觉前泡，放在冰箱，隔天你就马上就可以喝了。也是呀，它最米都有那种甘甜的感觉。对，佩蓉一开始喝这样子，就是因为其实客家人也有一些喝茶的习惯。你一开始喝到包种茶，你给感觉还蛮改，你的想法是？就我们家其实一直都在喝茶梗茶，然后呢，就是小时候喝到大，所以其实有喝茶的习惯。那有一次是因为跟他到他们家去喝，因为我知道他们家就是种茶的，对，所以我第一次喝到包种茶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哇，花香味好浓哦，而且它不是那么像高山茶一样有那种喉韵的感觉。那我比起这种喉韵的感觉，我更喜欢这种花香扑鼻，
然后呢有点轻发酵。他说像绿茶，其实它不是绿茶，它是有一点轻微的发酵的，还是有发酵到，对，轻微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还蛮好喝的。真的，就跟我一样啊，找到真爱的感觉。都一样，很闪，还是要闪一下哎。对，像我们每年的那个因为我们已经连续办了4年5年的那个小旅行活动嘛，每年吸引的人，我最喜欢他们带亲子来，因为小朋友又放电，然后大人又可以尝到我们的茶点，然后吃到我们的特色茶料理，然后喝到冷泡茶，然后压轴又是晚上的萤火虫，好棒哦。对，所以4、5月那时候其实我们期间限定哎，真的是期间限定，连我都是期间，我都被邻居笑说。因为我现在住竹东嘛，都被笑说是你跟萤火虫一起回来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？对，就是这个，对，好夸张哦，非常漂亮，而且这个是用照相机拍的，就拍得出来。可是我跟你讲，现场比这更漂亮。哇！而且有一个外国人，我最惊讶的是，每一次回坪林的时候，他就是上次去这样看萤火虫，他就是说 like a dream， 就像一个梦一样的梦境这样子。哇，满满的荧光。对，所以吸引耶雷只要找你们就可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。对，我们都会公告哪一天可以报这样子。那像其实我们也才刚办完。9月不要说没有萤火虫，大家都不来。哎，对啊，9月要看什么？9月来手揉茶，来手揉茶，因为坪林除了像包种茶之外，我们蜜香茶也种很多，尤其我爸爸蜜香茶种很多，所以我们刚好9月就让大家来玩手揉茶体验。然后刚好哇，那个德国团，我有一团是全部都德国人，哇，他们超可爱。然后我还请我阿嬷出来，就是带他们去包装那个茶叶。阿嬷对，然后他们还讲阿嬷，我翻译，然后他们还要求阿嬷在上面签名，因为是阿嬷帮他剪的茶汁，他一定要跟阿嬷拍照签名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其实两个都懂黑厂都很年轻，然后你们都觉得不管是家里的文化还是家里的产业都很重要，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很坚持要把家里的文化跟产业继续延续下去？我个人是觉得好的东西一定要把它留下来，尤其是它值得去诉说哦，我们要把它传承下来。当然我没有很自豪的，就是我现在做得很好，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去尝试。尤其是像我太太佩蓉，她其实很支持我，尤其是她在做企划啊、规划方面，她会跟我说，我这个时候该去做这件事情的。哦，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，因为很多活动也都是她提建议我来做的。我们2个的专长不太一样，他就是属于活动主持相关讲话。我有感觉到，我今天很轻松。然后我就是属于比较规划，然后执行或是策划、企划相关的。对。那我们2个刚好是互补，有点是这种个性。但互补是不是有时候也表示个性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？对啊，就是他常常这样跟我说，好像拖着我。一直在拉着我走，我又不走这样子。可是到我真的有兴趣的事情，我就会做很快。像比如说去市集，我一定是早上我5点多就出门。你说去摆摊？对啊，我还可以不睡觉去备货这样子。这么喜欢？对，而且尤其是听到客人跟我们说你们家蛋黄酥好好吃哦，然后一直回访，然后甚至会带自己的朋友来，这个让我们觉得是非常大的成就感。对啊，我现在手机全部都是跟客户对话的截图啊，就是老板你们家蛋黄酥真的好好吃哦，姐，老板你们茶好喝哦，姐这样子。所以呀，就会分野就吃到东感通的素材，对，很感动的地方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组合茶里相逢嘛，这个组合很好啊。还是我们很坚持用心的产品，然后他们也非常认同，然后这样子的结合起来，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。对啊，而且家人应该都很支持吧，因为像丫丫她赚都做懂了，家人应该懂翻译有没有？太敢凶他这个，多一个儿子这样子。像我岳父母，因为其实我们工作室离我岳父母家非常近，我常常会请我岳父母去支援，你帮我开一下烤箱，你帮我拿干嘛这样子啊。我爸妈是支援我那个原料部，然后包括像我4、5月办活动，我也要跟他们合作啊，他们也都是就是全程去全部100%support 我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很棒哎，就是很感谢佩蓉把那个女婿带回，真的带走，没有要感谢那个我岳父岳母收留我，对，然后也把坪林的茶文化让本哈嘎总给台嘎地，让大家认识。对，因为像我也是因为住在南港这一带，然后我后来去我才觉得哦，原来包种茶是这样子的一种茶，因为台湾真也是中茶一个很棒的地方，而且。说实话啦，
台湾人现在对包种茶还是有很多刻板印象，就是可能我味道没有那么浓郁，可是其实像你可以泡浓一点哦，就说你就可以就是茶叶放多一点没关系啊，就是慢慢的会去改变一些大家的想法。对，我觉得透过安永跟冯氏真引做在老台湾给懂得提伞发展出来，像是你看包种茶可以做成点心、茶冻，其实都很棒。古时候懂什么有安永给后生人哦，愿意老要的产业继续发展本台家的，每今年懂什么崇宇跟佩蓉来跟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，谢谢，谢谢，什么，好，没什么，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时间休息一下，天天欣赏来做运动哦。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冇啊？我記得啦，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，韓國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影片嘅連結啦，記得我分享出去哦。